2029生做真缘投，文质彬彬，有兴男立委的外号。当年咧做台湾新政府的发言人的时阵，面对党性的议题，有阮也改甲中央来开炮，快速来累积到人气，将做政治明星。所以伫咧声势上好的时阵，甲周玉蔻、甲何丽玲来爆发到三角恋情，怎来落台？共迄年去选立委当选，当时何丽玲嘛是一路甲陪伴。连任到4届立委了后，伫咧2012年选输予林佳龙了后，才豆豆退出政坛。想袂到，煞二昨对楼死亡，真正是人生无常啊！谢谢啊。人身材真好看，身在中班，穿黑白色的西装，行路真飘撇。有缘投上立委外号真亲民党立委黄义高，从位楼顶走落来，不幸过身，和台湾政界拢惊一条。人民所需要的不是废省不废省，不是虚句化的问题。伊出席所在，伫咧婚林后尾，为其在面子拍拼，因为高讲英语，伫咧1987年红派去美国担任驻华府的新闻秘书，1995年担任台湾省政府新闻处长兼发言人，大家拢讲伊是宋楚瑜的传真机。当时新政府面对党性的危机，黄义高真在摆去中央，总可以庆昂起来。现在民意已经呈现出来了，绝大多数是反对动手。是我很坦率的说，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基础上所做的一个表决。想不到伫咧声势当红时阵，黄义高和周玉蔻、佮何丽玲表感情书，将做有名的宝宝事件，伊嘛施官来负责任。旧年底嘛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立委，选举时阵何丽玲不管是拜票，或者是造势活动，拢陪伴伫咧伊身躯边，尾后佮成功当选。我也非常诚恳的邀请各位伙伴，将来也不要离开我。2000年，亲民党成立，黄义高随9月起，嘛伫咧立委选战连任4届立委，直到2012年才败予民进党的林佳龙。黄义高精彩一生，行为温暖欣赏，互大家对伊拢印象真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